靠腰啦，又搁死一个啦！咱若是继续安尼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，等死命啦！啊，你来讲这款话啦？大叔讲的无毋对啊，咱应该较主动的，吼。咱即摆一定知影是顶头派人要甲咱杀啊，规气哦，咱个代志母好清楚啊。大叔，阿伯再互你讲吼。好啦，放心。靠北。恁看，那我是社区的人诶，原来伊嘛是杀手。啊，这个有咱的相片。看起来是想袂开这顿代志，多年的训练都是为着即马，绝对袂搁做拼杀。我嘛会当做杀手，一支。看啥？紧搬啊！哎，阿姨是扫好了没有？进来。出事了，赶快啊！办公室这边了哦，快点！后边，进来！快，别动！给你嘴拿住啊！进来，紧走！